哎，真的没有加效果吗？我真的很难相信你们。真的没有加吗？没有，我都听到因为30几年前，就是教育部把雾台乡的国中废掉，所以他们要念书念到6年级的时候，要上国中1年级的时候，他们就得搬到屏东市。然后他们上国中的时候，你要不就是住在亲戚家，要不然就是爸爸妈妈因为孩子要上学，就都下城来。他们的成长，其实我自己觉得是特别，因为我去到了雾台以后，我觉得特别的很不可思议，怎么会有这样的政策？你们去过三地门吗？去过的举手。OK， 雾台呢，就是从三地门，然后再往山上走，其实没有很久，大概50分钟会到吗？哦，43分。这样其实并没有很远，可是你就要因为学区的关系，然后就要进到屏东市区。远方。
方，远方，白色的月光一升起，黑色的记忆就忘记后方，远方。 接下来要请他补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要来唱最后一首歌。真的，我本来刚刚想要，可是应该超过，我们唱短的那种。老那个讲话讲太多，占用我们的时间。 废弃的空间，不像我们台东要一直盖大饭店，而且核废料明年要公布要不要来台东，所以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千里迢迢来这里，事实上是想要让更多台北的年轻人来陪伴我们，或者是趁着你还年轻的时候。 来参与更多台湾正义的事情。有很多地方都必须要让我们台湾的人，特别是年轻人，学习生气。生气不等于暴力，但是那是基本的权利。我们需要我们的空间，我们去。 我们希望什么样的环境，我们要说出来，不说出来你就任凭摆布。你讲谁是啊？还有点酸屁。讲话好像在选举，是不是？对，我想讲一下我们。 现在要唱的最后一首歌是拉姆写的，就是说很努力的去学校了，可是怎么还是很笨？很努力的工作，可是还是没有钱。为什么会很笨？因为我们学的不是我们该学的，是去学中国的或学日本的，所以永远跟不上，所以怎么学都很笨。 学校就不好了，赚钱当然怎么赚都带那个健保卡没办法缴不起。然后明明就是很黑，可是又很想变白，然后很胖的又很想变瘦。是为什么连自己的审美观，连对自己身体的了解跟自信都抛弃，任凭摆布，跟着所谓的 SK2 去？那这个歌是用布农语写的，布农的语言写的，所以稍微讲一下为什么我们变成这样？为什么曾经在众人的面前可以夸耀的族群，可是却变得心里干的心虚？曾经纵横山岭的族群，可是却会被警察抓，为什么？搁浅只会恋战，贪图在平原上的便利，让
度跟执政当局negotiation， 让懒人把跟执政的人应该帮我做的事情没做。时间到了。Bahas memisah kulit kemahalan Mafiatu Mapusipai tu asal Cindulah Talus mau pasang malas tapang aupa ni mamangan may malkalibos aupa ka muslibo Maria,
谢谢大家。